到传统的牙槽吼，师傅用模做个风水坛吼，其实有一张原因是讲，伊是到到的门牙吼会做得透气，韩国到透气以外，韩国排水也非常的顺，所以佢做的时间吼，佢会到个牙会先脱过，脱好以后吼，来到适合做中粗，来到适合做朴粗。吼，全部都会脱过以后，甲伊牙的弧度差不多的时节，其实会动顺啊。韩国除了水流会通动往，吼，做毋得凊彩走来走去吼。韩国伊个弧度，听讲甲软水吼会顺，又会降，吼，所以几只做起落的时间吼，牙槽就按照做的门牙吼，就毋会流水啊。其实讲咱牙槽是客家的无，这件事情其实按究以来吼，其实嘛当难讲啦。嘛做得讲吼，系按照了位客家师傅几个师傅头摆是安尼教下来的。其实有几个了只提起吼，冲求融的了种方式啦，了种手艺啦。所以变成讲嘛，当咱讲起系算是按照的客家的牙槽无。吼，因为其他种是按照头摆是有安尼的技术噶，是讲按照伫新竹了只客家提起吼，韩国南部的客家提起嘛，很多安尼的做法。其实葫芦提起有没有？是讲佢个头先有讲过该尺寸，吼，该你的后产效果的时间，你的尺寸是会做效果。该几只看起来的该形呢，因是好香啊。唔会安尼带安尼吼，所以师傅讲，这种其实按照北部的客家的特色啦。普遍讲师傅的牙槽了只技术吼，其实看起来佢系当传统的一种做法，可是对我来讲，我是都佢嘛会当进步的一种方式，因为按照了下按照福建族的吼，都会学绿建筑啊。其实我是都讲按照头摆的那种智慧，吼，讲的通风，韩国水啊，韩国顺，韩国几只的，其实吼，变成讲几个牙几只都会透气的，唔系是条线讲该有留该缝头的提缝体哦，几个牙本身佢是素烧的嘛，所以几只是透气的，所以变成讲几只木档，你该烧气上来的时节，佢做得出去，所以变成讲按照用板讲按照头摆的无好，会冬暖夏凉啊。因为佢几只是透气的啊。韩国咧下天气吼有变化冻降，变成讲佢有好长，所以我是都佢嘛当环保，变成讲该按照内位有快特是长该袂是好嘞。所以师傅咧种牙槽的技术吼，我是都其实系。当传统又当进步的一只讲法啦，嘿，韩国去做的时间吼，真紧是完全是靠手工。你的心吼会当专心，当小心，好慢慢做，好一只步骤一只步骤慢慢做到当好来，所以其实做得来当久，所以我是都去一只当进步的一只讲法啦。